有立委咧关注这好价散的现象，讲这一般人薪水呢平均是47751块，不过煞有要7成的劳工其实拢领无到这个薪水。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会合理来调整改善分配。 受到 AI 产业事件加全球供应链重组，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，今年有希望突破5%。不过，经济主计总处近日公布的今年1到9月的全体受雇员工，经常性薪水平均数是47751块。不过，煞有7成的劳工拢领无到这个薪水，有立委关注，要安怎缩小继续扩大的贫富差距。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缓和，甚至于 还持续的恶化。我们对于高所得、高资产者，有关在税制的部分去做合理的一个增加负担，税制的部分就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个租税负担。 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，会透过建立合理税制，实施房屋税差别税率2.0%，加合理调整综所税免税约定措施，改善所得分配。同时，延长大宗物资调降措施，降继续制作军负担。有立委指出，有关中低收加低收家庭，政府虽然继续照顾，不过有高产者乌数犹原有250万人，都惊有不少因素。继续低收家庭领补助，呼吁卫福部爱加强查核，实际去了解、去调查。 有没有假低收的？我们在地方的社会局还有公所那边，跟委员报告，我们现在都有那个所谓的资产调查。因为央行后个月就要开立监事会议，第7波信用管制监视的绑定，加监视会阁推出第8波。央行副总裁兼总裁回应，爱等后摆理事会开会检讨了后决定，目前也无定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